頭先明明熄咗嘅喎，做咩自己又開返嘅？唔好玩啊！我最驚就係呢啲嘢㗎啦。問你好驚對唔住啊，細路女唔識世界有怪莫怪啊！對唔住啊！你何止唔識世界，你仲唔識得正確使用屏幕設備嘅知識添。咁即係點啊？你平時睇熒幕實在太近啦，我哋至少要同屏幕保持350至600毫米嘅距離，而且屏幕要調校15至20度，仲要擺喺正前方，咁樣先可以避免我哋嘅頸部過分扭曲同埋伸展㗎。好，我平時都唔為意添。仲有啊，鍵盤同埋滑鼠要擺喺同一水平，角度同埋位置要適中，手腕要平直擺放，避免過分屈曲或者伸展㗎。我平時都唔為意添。仲有啊，如果長時間使用電腦，就要安排小休，並且做下伸展運動，千祈唔可以長期望住電腦同埋維持同一個姿勢，咁樣先可以舒緩使用電腦設備帶嚟嘅疲勞同埋不適㗎啦。哦，我平時都唔為意添。你仲要時刻留意電腦屏幕有冇反光或者係眩光，避免將電腦屏幕擺喺照明裝置底下。如果唔係，就會產生光影㗎啦。哦，我平時都唔為意添。長時間使用電腦，眼睛容易疲倦，記得要望下遠嘢，同埋做下眼部運動，咁樣先可以舒緩眼部嘅疲勞同埋不適㗎。多謝你啊！我今日真係學咗好多嘢啊！今次我就放過你啦。拜拜，小心啲返屋企啊！屏幕設備用得精，勞損不息唔使驚。